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坤哥，欢迎收看8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迎接今年一到中秋，除了各大餐饮饭店拢推出月饼礼盒，其实真侪弱势新众团体嘛透过月饼等手工点心的制作，互人异性独立自主，看见人生希望。所以今年社会局再出替新众机构举办月饼的联合促销，用具体行动来支持，呼吁社会大众踊跃认购。上海樱花市政中心热闹滚滚，邀请台南市高境身心障碍福利机构伫现场摆档，捧出因顺手工的月饼点心。其中黄伟霆嘛成为最佳代言人，到现场一一试食，替各单位甲身心障碍朋友加油打气，场面相当温馨。根据了解，到108年6月底为止，台南市总共有97000多位身障朋友。市府多年来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并且推广，不管是各种的月饼、手工点心，或者是饮料礼盒，拢是中秋送礼好选择。市长嘛当着认购100克仔来抛砖引玉，并且以颁奖感谢热心认购超过5万块的艺术光辉等单位。每逢佳节倍思亲，月圆人更圆月圆人团圆。我们希望说，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能够发挥一个爱心能够一方面在同样的品质，我们不管是庇护工厂做的，还是爱心机构做的中秋礼品，我自己感觉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有一个好的优质的礼品之外，还多了一份社会福利、爱心的意义。那我们感谢社会局，我们黄局长，那能够跟这么多的团体，能够大家一个做好一个。让这个社会感觉社会更有爱，让这些团体，我们觉得应该也是能够这个发挥更多的爱心。因为餐饮市场顶面各种月饼竞争激烈，社会局每一档为了替新众团体联合促销，来邀请新众机构摆档到现场表演。充分展现因卖当自力更生回馈社会，同时今年嘛定出25000克的目标，呼吁各界做回来爱心认购。今年社会局也依照往年一样，我们邀请了我们的身障福利团体，他们有销售我们的一个中秋礼盒月饼的部分，那大家一起来办理这样联合的销售活动。那特别是我们邀请了包括来自于我们的各界的工会啊，这个一些企业家，大家一起共襄盛举。那在往年，大概我们的销售量大概在2万盒左右哦。那我们希望说，当然今年能够大家一起付出爱心，然后对这些身障团体的一个支持更有实际的行动。那当然从去年的2万盒，我们希望能够今年能够突破到2万5，那会是更棒的一个目标。今年一度的中秋佳节，记者会现场有装扮嫦娥有工的主持，嘛有装扮活泼古水的兔仔，气氛相当热烈。市长亲自感应活动，提前预祝大家中秋快乐。台新闻军及采访报道。西港是台南出名的乌麻产地，所制作的麻油品质嘛相当的好。为了让大家更加安心消费，西港农会甲农业局以及卫生局合作，对生产开始管理已经有了具体成果。市长吴伟霆嘛专工出席成果记者会，为西港的麻油品质来挂保证。西港地区上界知名的农产品就是这个乌麻。为了让民众对西港地区的乌麻更加安心，西港农会特别甲卫生局以及农业局合作，对农地到产地做全面的管理。不管是农药也是重金属等等的检查结果，拢是符合标准。农会嘛特别召开记者会，向民众宣布这个好消息，都是希望大家会当安心采买。最主要的是咱个检验中心呢，接到咱那个FDA 的一个专案，就是讲会当呢来辅导咱的农民呢，伫采检
哦在种的时阵，咱要安怎来，互这个麻呢，哦较健康，啊营养的品质较好，啊这个农业的选择、肥料的选择呢，啊符合咱这个农业现代农业的标准啦市长吴伟铁甲立委郭国文嘛亲自出席记者会，为西港的麻油挂保证。市长表示，西港农会甲卫生局为食品安全做了上好的示范。第一个感谢我们卫生局，他们能够坚守成立检验中心，卫生局成立检验中心来对我们的食安把关。第二个感谢我们农业局能够辅导农会，跟农会能够把优质的农产品能够介绍给我们的消费者。第三个也感谢西港农会，他们能够研发多元的这个芝麻产品，能够把这些好的芝麻产品，一方面让农民的种植的芝麻能够有好的这个售价，另外一方面能够让消费者品尝到多元的。以前大家想要芝麻都想要麻油而已，现在很多芝麻饼、芝麻粉、芝麻糊、芝麻酱，这些都是多元的这个芝麻产品。我觉得其实在安全、在美味、在风味以及在食安的把关上，西港农会可以说做了最好的示范。会中嘛有台中的糕饼业者特别出席小厅，因为因的产品嘛是选择西港的乌麻，虽然介绍是国外进口的3杯，但优质的品质嘛可以相当娱乐。农会希望透过这个成功的案例，将伊的乌麻推销到全台湾。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伫三重区的水稻博物馆，伫经过多年的整修以后，现在预定10月要来开幕。文化局为了提升知名度，竟提前推出了纪念水，要来预告这个重量级的景点，同时提醒大家饮水思源的重要性。三重区的花园水稻博物馆，目前预定伫咧10月正式开幕。即马伫园区内底整修工程嘛，正咧全力进行当中。未来开放了后，将会成为指定化石馆之后，山区另外一个有着文化甲生态意义的新景点。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是日治时代为了解决台南地区的这个民生用水的问题，然后由当时的英国技师巴尔顿，还有他的学生滨野弥四郎在这个地方规划兴建的。那它的主要的结构是利用各位后面看到的这个快滤桶，然后引接曾文溪的水上来，在这个地方经过处理消毒以后，再延伸到后面的这个送出机桶室，然后透过管线移送到另外一边的净水池区，就现在大家知道有很多蝙蝠的地方，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利用重力排水的方式，绵延到了20公里，可以供给到现在台南火车站附近，提供大台南的用水。市府文化局嘛，伫咧开幕进前，抢先推出限定纪念水，包装结合了南水100年来的 logo， 不只是要创造话题尔，更加嘛是要提醒大家饮水思源的重要性。我现在手上这一瓶就是为了水稻开幕设计的一个专用的纪念水，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有当初从日治时代就使用到现在一个南水的标志。那也希望水质呢是经过那个国家标准检定。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寻访了很多的厂商，找到是，其实各位试看看是有点甘甜的一个饮用水。那欢迎大家可以在各股地区都可以买到这个水，也透过喝这个水可以达到让大家可以饮水思源。台南县市合并以来，市府就开始进行古迹修复的工作。即卖三重水稻博物馆不只是国内上大的一个，更加是结合附近的三重苗圃，成为花园水稻博物馆，准备为台南的观光产业带来全新的面目。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明年总统大选，国民党推出韩国瑜来拼现任总统蔡英文，不过备受各界关心的，就是到底有第三势力出来，也是真正只有哪里对决的局面。在其中，郭台铭甲郭文哲的动向，更是一大关键。特别若真正出现三卡赌，不仅影响哪里的政治版图，甚至也会影响立委选情。最后来看记者的专题报道。
参与国民党总统初选失利的郭台铭，虽然日前出国旅游，但伊的一举一动也是受到国内各界关心。不管是7月30号脸书文章，或者是郭台铭发言人近日台北市政府开会，拢使人联想，敢讲2020年总统大选真正会有第三势力出现。另外，嘛因为郭台铭甲柯文哲两人的政治色彩，会当去拿捏双方的支持者，敢会因此冲击立委选情，嘛成为最近讨论的焦点。这摆总统呢，形成三脚督的情形啊，应该真有可能哈。所以牵动到这个立法委员的布局，若是安尼的话呢，伫立法委员因为南部本来则就是青比蓝较大，所以若三脚督呢，这个白色的力量呢，伊摕到青的票、选票会较侪，摕到蓝的选票也有较少一撮，所以若安尼起来呢，对着形式上对蓝营的立法委员候选人有较淡薄仔优势。对着2020年总统大选，如果真正出现三脚督的情形，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任黄先条表示，台南选民力比蓝较大，而且郭文铁甲郭台铭无结盟合作的立委，认为对选情的影响无大。排名还是柯文哲了哈。他们这一组人，总统候选人这个第三卡的哈。他们是有没有结盟那个立委啦？若无推出自己的立委结合结盟应该对立委的选情变化无大啦。台南我就是因为台南是一个亲热的所在，所以这是应该台南只要一部分是应该是无问题啦。郭台铭31号下晡坐专机到台湾，经过这半个月思考，伊敢会有使人震撼的动作。面对伊的粉丝联署爱伊选总统，郭台铭本人的想法到底如何？相信真紧地知影。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伫东区的南天府，每一当农历7月期间，拢会举办天地人3届大发会。特别的是，庙前广场会采起3支大约5层楼高的灯杆。庙方表示，一般庙宇伫农历7月办法会是袂采灯杆，但是南天府无同，20多当来拢是依照帝君的旨意来行，目的是要招好兄弟来参与法会，借此离开苦难，得到快乐。每一到农历7月期间，台南市东区南天府拢会伫庙前徛起3支5楼高的灯杆，目的就是要号召四方的好兄弟来到南天府接受提拔推荐，赦免前世无好的业障。20多当来毋捌听过，看到庙方的志工认真拔着灯杆，嘛看会出志工对着南天府文魂圣地虔诚的心。天地人灵修3届发展超度大法会，一年一度吼。今仔日就是要徛这灯杆吼。一般的人，这个徛灯杆的意思，甲一般咱做一个徛灯杆是无共吼。因为咱南天府做的法会，
咱有看到咱的发挥台是36尺，正标发台7尺2的这个目前超度的这个发台是7尺2所以这是足特殊的这是咱南天门圣地奉旨开办的这个大法会啦每年的7月今仔日初一早就是来徛天歌天歌的意思嘛是天地人灵修超度大法会呢新名为的用意啦这是天地人的这个旨意天地人3届8前大法会期间，每天各5场的诵经以及道教法会非常特别。咱南天府咧奉旨开办的天地人3届灵修8前超度大法会的这个期间呢，每日拢有这个5场的诵经啦14日的这个超度8前的法会呢，佮有道士邀道士团会来遮这个。这个参与到咱超度这个代志啦希望大家善心大德呢有当这个福报做伙来遮共参这个盛会啦8前大法会为农历7月初1一直进行到农历7月14号，伫14号当天嘛会举行普渡大拜拜，庙方嘛欢迎大家做伙来参与。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知名庙宇安平开台天后宫一直是当地重要的信用中心。日前换新的主委罗有理，同时并且前安平区长林国明担任总干事，两位结合，就希望用创新的思考，将安平天后宫打造出更加优质的庙宇文化，同时推广到全世界。安平开台天后宫作为台南安平地区重要的宗教信仰中心，同时嘛是全台第一间官方册封的官庙。其中3尊软神妈祖神像嘛是国宝级的资产。日前庙方改选管理委员会由罗有理担任主委，并且前安平区长林国明担任总干事，希望发扬妈祖的慈悲。阮安平开台天后宫是咱台湾岛上届早的迄个官方册封的这个官庙啦，天上圣母这3尊天上圣母是拢正软身的，所以伊会当规身躯会当振动的。伊坐的时阵4尺几，但是伊徛起来比咱人较悬，差不多要到7尺悬的。伊的庄严性堪咱会当去家己感觉。这圣母的慈悲，含伊的庄严。小弟这届会当受到大家的抬爱来当选这个12届这个主任委员啦。其实对我讲起来，这个责任相当的重因为咱安平开台天后宫是咱安平宗教的信仰中心，所以未来咱要安怎遇到咱圣母、天上圣母这个慈悲的心，含对这个宗教伦理的发扬，要安怎甲做好势，这是阮这届管理委员会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主委甲总干事嘛，针对未来希望规划更较侪丰富的活动，嘛考虑将庙方边仔公园改建成妈祖主题公园，并且将整个庙埕规划成夜间休闲的所在，希望带动安平地区夜间的发展。咱安平的时阵若咧到迄个下晡5、6点的时阵就咱足静安尼大家要来迄个安平做一个迄个游览的时阵到这5、6点就没有亮点了所以阮委员会阮会思考这点要安怎甲这个妈祖的文化含庙口的这种迄个左岸的这种迄个系来配合咱的观光把它带动阮的构想是伫咱这个左边才有一个三角公园看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妈祖的公园，然后配合大家晚上有街头艺人有那个舒适凉爽的这个咖啡屋啦，或者怎么样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而且这边都完全没有空气污染，相当好，配合我们的安平古堡，整个这一种那个观感跟那个心情的舒畅能够在我们那个安平度一个非常越好的那个晚上。
同时针对香客大楼灭火嘛规划重新整理内装，以与神同行作为概念，设计马祖为主题房间，互信众会当近距离接触神明。降购大楼哈，因为我们已经20几年了，一直没有再重新再做改建。但是我们现在有一集思广益，大家有一个构想，可能会做一个那个与神俱进、与神同在的这种思考，要来做一个改善。希望我们策划完成以后能够给我们的所有的信众有一个耳目一新的那个感觉。比方希望透过未来一系列规划，带动安平地区的发展，都要互更较侪观光客来到安平以外，带动周边的发展，也希望互更较侪人了解马祖周边，感受到马祖神威。当然新闻郭武义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我在这份短暂准雨，现在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4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8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